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还有正国寺常住法师，我们台湾各地很精进虔诚的莲友啊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借用这样的机会的一个因缘，师父跟各位大家报告，我看了很感动。太上老君就是老子，他这么说：祸莫大于不知足啊！最大的祸端就不幸的事情，没有一个大于不知足。他已经生活得很愉快了，或者是所要花用的东西我不欠缺，你应当要很知足才对啊。但是因为不知足，所以一直贪得无厌，一直想要追求，心里不平衡，烦恼不断。就算你再有钱，但是他心里不满足，一样的烦恼，一样带成无比的痛苦。所以祸最大的灾难从哪里来？最大的原因就是不知足。救莫大于易得，这个罪呢，没有比你一往无穷更厉害的了。故知，所以我们知道满足就是要时常感到很满足，我觉得很幸福，觉得很快乐，我已经够了，所以我不再贪求，这个叫做常足矣。这个是太上老君告诉我们的，提醒我们末法的众生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通常说的知足常乐，如果你知道满足，你的心里面就时时是快乐的，不起烦恼心，不会跟别人嫉妒去羡慕他而产生跟他对立，不会。我们会比较啊，有时候比较心太强烈的时候，往往就看别人不顺眼，而不顺眼就会仇对了，就有敌对的心态，所以你就不会快乐。那如果你满足了，就时时是快乐的，是达观的，通达，而且是非常乐观的，所以对我们身跟心是健康的。我们人生在世间这么短暂，生命这么无常，那么我们主要追求的是我满足了，我没有欠缺，心态上是很健康的。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，尤其是佛告诉我们的五浊恶世，这么多的灾难，我们没办法长久固定的存在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老，永远不病，永远不会死，是不可能的。有一天这些外在的不是你想象这么完美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世间的真相原来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不要计较，不要贪求，不要去占有别人的东西。不义之财不可妄取啊！不正当的钱财，我绝对不要随便占有它，不然的话因果会回到你身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足，知足才会常乐啊！这一章我们简单的跟各位做这么一个解释，让各位能够随时随地自我要求。这一章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